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乌狗偷食，白狗担罪。台湾伫咧戒严时代，受冤枉的司法案件，不三时就会发生。执法人员为着要赶紧破案，办案的过程潦草佮凊彩。地主明明是清白的人，嘛因为伫审问的过程，互人刑求甲挡袂牢，不得不都要承认家己毋捌做过的代志。这条互人冤枉的罪名，毋甘愿嘛着担起来。也有一寡毋正人，借用别人的名义，踮外面为非三做。等候问题发生的时，拢甲代志煞甲离离，爱别人替伊食罪。这正正是乌狗偷食，白狗担罪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